人需要养生，猫仔其实嘛同款。当主人不得已需要互家己的猫仔来住旅馆，一定会烦恼，敢会食，敢会困。毋过伫遮都要有营养管理，有安排健康减载项目，也佫有立体式的空间设计，其实拢是徛伫猫仔的习性来设想，嘛互宠物主人相当安心。会把猫送来这边，是因为我其实工作需要的关系，其实是蛮常出差的。那出差的过程中，就是猫咪其实在家是蛮孤单，也没有人照顾，对，所以后来来这边看了一下这里的环境，就是觉得很不错，所以就是决定就是会后来出差就一直长期都会把猫送过来。对，那这边其实蛮好，就是出差就算是1个月也可以，就是也可以来这边住。对，那这边的保姆其实也都蛮定时回报，就是猫咪的所有状况，所以住起来算蛮安心的，然后也很放心。当然，为了让主人安心，业者除了随时有远端监控的影片，当提供给人客，也可要一步一步调向照护全记录的数位化来达成服务。做到现在，我们已经朝异化前进了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也会透过系统、透过手机，让主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了解，而不在于仅仅是一个在赖上面的一个回报。要让每一位人客宝贝的猫仔，甚至是20万起跳卡顶级的品种有上好的服务，业者也推出到厝内专车接送，用服务品质等附加价值来做市场的区别，也希望对台南旗舰店出发，向全国连锁迈进。台南新闻，阮是郭博义采访报道。